第2章，讓史威登堡聲名大噪的神奇事件。史威登堡由於接受特殊使命離開科學界，他與科學界的關係就一下子全斷了。看到這件事，歐洲的科學界都非常痛心，甚至有人哀悼史威登堡已死。某些科學家甚至還對他浪費了自己的天才感到憤慨，甚至直接把他當成瘋子。但是史威登堡一再重申，要找人代替我研究我打算研究的科學課題，是非常容易的。但天堂的真相不是學問或知識，而是關於永恆生命的重大問題。我告訴大家天堂的真相，可能影響到每個人是去天堂還是去地獄。這種特別的使命比我作為科學家所能貢獻的東西更重要千倍萬倍。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擔負起這個使命。所有的科學其實都是造物主立下的法則，而我就是受這位造物主的呼喚而得到這樣的使命。這些關於天堂著作將能幫助數以億計，甚至10億計的人類到天界裏去。我看到了，親身體驗到了宇宙終極的真相。只要用心讀過我著作的人都會知道，我不是在寫小說，這真是我親身經歷、意義深長的記載和自白。史威登堡在1758年出版《天堂與地獄》一書，那時他與靈界的交流已經展開了13年，也已經掌握天堂、地獄、中間靈界等真相。因為內容太出人意表，在當時顯得太過激進，所以只能匿名在倫敦出版。此後，史威登堡在歐洲作為靈能者的聲名，就比作為科學家的聲名更大了。有一次，史威登堡為了參加會議而來到瑞典西部的城市哥登堡。他的計劃是晚上留宿在朋友家，第2天再與那位朋友一起出席會議。可是當他抵達了朋友家吃午飯的時候，他卻不由自主地進入了出體狀態。更詳細的說，他平常都是有意識的主動採用模擬死亡的技術來脫離肉體。但那天他是自然地就進入了出體的狀態。朋友看到史威登堡突然臉色發白，沒精打采，以為他是長途舟車勞頓太過疲倦，所以將他搬到床上躺着。史威登堡就這樣處在出體狀態下，拼命大喊失火了，發生了火災。斯德哥爾摩發生了大火，在那一刻，史威登堡的靈體已經跟自己的肉體脫離，他瞬間到達了斯德哥爾摩的火災現場。火災的起燃點是在城市的西邊，被剛好揚起的強風一吹，迅速往東蔓延。頃刻間，幾乎整座城市都快被巨大的火焰吞沒。人們被火焰逼得東竄西逃，整個斯德哥爾摩瞬間化為恐怖煉獄。火勢漸漸往史威登堡家的方向蔓延。史威登堡嘆了一句：今天我家要化為灰燼了。但不知何時，在他的身邊突然出現了一群天使，頃刻間風向就轉了90度。風力開始漸漸減弱，沒過多久火災就熄滅了。火焰最後到達的地方是從史威登堡家數起的第3間房子。史威登堡一下子就又回到了肉體裏面。朋友一臉憂心的問他：你沒事吧？
史威登堡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然後說：斯德哥爾摩的大火現在已經熄滅了，最遠燒到我家前面第3間的房子。我剛才還很擔心我家會付之一炬，不過現在可以安心了。朋友聽到史威登堡的話，大吃一驚，在路上順道前去找戈登堡的市長，報告了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火災。市長馬上派人到首都調查。200多年前的時代，不但沒有電視，連收音機、電話、無線電等等都不存在。遠地之間要傳遞消息是非常困難的。乘着馬車前往探查的人回來，對市長報告，就在史威登堡目擊到火災的時間點上，斯德哥爾摩西部的確發生了大火，然後因為強風往東部蔓延，最後燒到離史威登堡家差3間的房子。這件奇事一下子就傳遍了歐洲，史威登堡的著作也因此洛陽紙貴，成了暢銷書。上述這些神奇事件讓史威登堡的靈能者身份一下子變得比科學家身份更為人所知。與他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甚至也曾將這次火災當做實例在其書中引用。此後，史威登堡在大眾間也成了知名人士，並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基督教界的領袖開始激烈的批評他，因為從他對靈界的記錄中可以看出許多教會流傳下來的傳統教義，其實與他所看到的真相相距甚遠。史威登堡多年體驗靈界的過程中，也與天使有過許多的交流，就像史威登堡對靈界非常好奇一樣。那些天使也對這個人世的一切也都十分好奇，會對他問東問西的。天使們最驚訝的就是世人對於靈界幾乎是處於完全無知的狀態。史威登堡回答天使們，不管人世的人自認為對死後的世界有知無知，都差不了多少。自認為知道的人都會說，人死後就不再是人，而是靈魂。他們認為靈魂雖然活着，卻是跟空氣、風、以太等等差不多的氣體之類的東西。人的肉體會腐爛歸於塵土，等到主再次降臨時，就會帶來奇蹟，讓人們再次復活成有血有肉的物質界的人。聽到這番話，天使們簡直都快昏倒了。喂，難道我們是風嗎？是空氣還是什麼氣體嗎？我們擁有完整的身體，還活生生的發出光來，居然說我們是氣體？我們就是完整的人，完整的天使啊！史威登堡告知天使，是人類對靈界中認為理所當然的各種狀況及過分無知，令到他感到十分心痛。天使們對史威登堡問道：史威登堡，你為什麼要做出這麼痛苦的表情呢？史威登堡猶如自言自語般的說：造物主不斷將靈界的秘密一五一十啟示給我，這些真相比以前傳到世上的絕大部分的真相還重要和明確，但世人並沒有輕易承認這些東西的價值。造物主想要給予全人類的恩惠，卻沒辦法在世上傳揚開來，讓我感到深深的歉意。世人要求的是看到奇蹟，如果能讓他們看到奇蹟，他們應該會相信。天使長安慰他說：
奇蹟，史威登堡，你從造物主那邊收到的一切真理全都是奇蹟。沒辦法相信這些事情的人，也不可能相信摩西過紅海時讓海分開，更不會相信耶穌在世時顯出的一切神蹟。別再為此難過擔憂了。造物主想將世上的人類引導到天堂去，才將你叫到這裏來給你啟示。你也用你受過科學訓練的分析才能，將這一切盡可能明確寫了下來。光明已經普照大地，這就是奇蹟中的奇蹟，而這奇蹟將會在世上結出果實來。造物主是不會輕易感到挫折灰心的。我們有着永恆的時間。改變世界最偉大的方法，就是向世人們傳揚死後的世界，也就是靈界確實存在。相信沒有誰了解過這些真相之後，是不會改變的。回到人世去宣布真理吧。你做了件很偉大的事，我們代表整個天堂向你獻上感謝。人對死後的世界與死後的生命之所以難以相信，坦白說是因為以下這個態度：表情符號唔開心，我們太聰明了，該知道的東西都已經知道了。人們單純而天真無邪的心態，也因為這樣的想法而破壞殆盡。人們自誇我的腦筋邏輯非常清楚，我不會被騙，但是會不會有對自己的知識太過自信而騙了自己的情形呢？這是許多現代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很多人一聽到鬼神、靈界之類的東西，立刻就會回答：你說有靈界、死後的世界，科學早就已經證明沒有這些東西存在。你到底是哪個時代的人啊？你不知道複製人都快做出來了嗎？科學已經解開了宇宙所有的秘密，不要再胡扯迷信了。這樣說的同時，這個人可能還覺得只有抱着這樣的想法，才算是聰明的現代人。事情果真是這樣嗎？哪一條科學定理？哪一個實驗？哪一樣證據？哪一位科學家證明了鬼神靈界不存在呢？長期從事科學研究的史威登堡說過這樣的名言：科學將會為全人類帶來驚人的奇蹟。然而有兩件事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一是想用顯微鏡去看到神；二是創造出一粒有生命的麥子。科學背後凡是要求證據的精神，乍看之下似乎要求人們否認靈界的存在。如果請求證據只停留在物質的層面，是很難證明神或靈界存在的。以這樣的觀點，只能看到造物主所創造的世界的一半，也就是物質的世界。而且科學也還探究不出生命到底從何而來。對科學精神了解不夠透徹的人，很可能認為科學正在與宗教相爭，也就是在與神相爭，在排斥神。然而，作為造物主的神，其實並不是站在科學的對立面。科學研究的法則也是由神所創造出來的。換句話說，最終極的科學家就是神。對很多現代人而言，科學就是他們崇拜的神。對科學的絕對信仰，已經遮蔽了人們很大一部分的視野。但科學再怎麼發展，僅只能檢視到人外在的部分。
史威登堡強調過很多次，人類真正的本質面目在於內在的靈魂。科學帶來了現代物質文明的發展，而這樣的發展卻將傲慢灌輸進入人類的靈魂。因此，很多現代人沒能睜開眼睛看靈魂，看死後的世界。現代人只要敲着電腦鍵盤，就能查到網絡上的資料，自認為是古往今來最有知識、見識、最幸福的人。然而現代人用這樣的科學就能避免病痛與死亡嗎？等臨終之日到來，那些自認聰明的現代人同樣必須踏上通往靈界的航班，可能等進了臨終機場要出發時，他們才會發現自己根本連機票都沒有，不知該如何是好，隨便亂上飛機，可能剛好就是通向地獄的班機，卻為時已晚，他們已經沒有時間可以買機票去想去的地方了。當他們在靈界中睜開眼睛，會發現自己已經錯失了在人世間能讓他們進天堂的寶貴機會。史威登堡自己也是個聰明人，他接受到的使命就是盡可能喚醒更多有慧根的聰明人。不管人們對靈界、對科學抱持着什麼樣的態度，慈愛的神都愛着他們，也都希望他們能進入天堂。造物主希望透過史威登堡，讓更多人知道天堂的真相，進而開啟他們進入天堂的道路。